乡亲啊，继续来看由台湾甲美国合作的福卫7号卫星，伫台湾时间下晡的2点半发射升空。来看现场上新的画面。5, 4, 3, 2, 1, 0. Ignition. 用将近10年的时间，总经费大约32亿的福卫7号，是台湾甲美国上大科学合作的计划之一，象征咱的国家先进成熟的太空科技甲台美的友谊。未来会当提升台湾天气预测的准确度至少1成，嘛来担起着全球气象预报甲电力站动态监测的重大任务。蔡总统甲美国在台协会处长马里逊德做伙来见证这个福卫7号升空。因来俄罗团队的成员是太空英雄，是台湾之光。